第一位。嚟緊就農曆新年啦，我覺得呢首歌咧作為今個星期嘅冠軍作品都好適合啊！上一年過去咯，今年你有冇啲乜嘢計劃呢？或者呢首作品可以俾到一個全新嘅諗法你啊！或者可能今年我哋嘅課題係學識放手，學識放低。又過了一個年頭，不如放下一個念頭。作曲填詞陳偉璇，編曲監製 Rosemans。今個星期冠軍嘅作品又過了一個年頭，不如放下一個念頭。佢係陳偉璇。下個禮拜我哋繼續新城國語力排行榜啊！